来，将这两个给我抓起来。小等下，捕头大人啊，阮囝到底是犯啥物罪？啊，你无缘无故哪安尼亲门大户来咧抓人啊？对啊，这两个就是偷摕课文的犯人啦。啊！阮兄弟啊偷摕课银，你哪有可能？我偷摕课银，我家己哪唔知啊？捕头大人啊，我后至少吼，你抓唔着人啊？对啦，抓唔着人啊！这几天官府的课文无去，有人来密告，就是恁两个啦。哎呦，天大地大，冤枉啦，冤枉啦，大人啊！咱唔知啥物人哦，心过遐尼浓毒，黑白报阮两个兄弟啊偷摕课银。大人啊，你相信我啦，我绝对无偷摕啦。你甲想看嘛，准有偷摕，我哪有可能食遐歹？是啦，捕头大人啊，我甲你讲吼，你甲我探听看卖咧，我外头教囝呢，我安尼吼教囝真严，因的个性我真了解，绝对唔敢去做这款天大地对啊。对啦，捕头大人，你讲因兄弟啊两个偷摕课银，啊那呢，你嘛应该提出证据来，才会当抓人啊。这我知影，恁两个给我离去吵。是。这敲就敲嘛，我也无偷摕啊，我咧惊恁敲。要是你较巧，我煞无想到安尼，有影讲吼，咱若无啥，咱来行一下。等互因敲有无出来，真相就大白啦。对。讲安尼，前面捕头内底有找无？哎呦，早就甲你讲啊，阮都无偷摕内底免有迄落物件啦，对啊。恁大捕头，你房间内底发现了这首官府的课文。啊？安尼啊？我的房间有这物件，我家己哪唔知影。证据伫遮，恁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把人给我带走。是。大人啊，老虎的啦，迄人要害阮囝的啦，哎呦，小英哦，老东西啊，你嘛安尼，哎呦，我看你哦，徛几步也袂晓讲斗讲半句话。唔是讲我无爱斗讲话啦，啊，他证据充分，而且佫是为因的房间摕出来，你要叫我讲什么话啦？哎呦，大晓行啊，咯，等无代无志，哪有遐课文走回遮来啦？等阮囝叫掠去，哎呀，我掠哦，这啥去唔知破东啊，金嘛唔知。啊，当阿金哦，偷摕课文是爱斩头呢。啊，斩头。是啊。安尼我命休了。老东西，老东西啊！靠什么声调？我你这烦到我要烦死啊！我要砸死啊！我当要咧哭，莫哭啦！你叫伊叫伊莫哭，无看看讲啊遐尼凄惨啊！你家想看卖哦，红哥啊，伊若顶食无简单，才答应我的婚事哦。咱即摆你甲讲嘛，天公伯啊，遐尼无意思，你讲要叫艺仔甲我掠，无你嘛等我完婚了后再甲我掠来才乖。那你讲我什么话啊？啊那，感觉你家己伤心啊尔哟！你当作我活到出来在食无基本了。我讲你转来，讲哪咧讲咧啦？我咧互未来的老婆吼，比恁红娇加水几来千倍啦！我自家的食材参手都拢唔捌看到，应该较可惜我，应该可惜我啦！是你对啦！大呀，那你嘛好啊？那你拄则毋是在甲我哭劝，叫我莫哭尔？你即摆哭甲食哪有咧哈？哎呦，大啊，老实讲吼，拄则伫厝里的时阵哦，我歹势甲你问啊，迄人遐济，即摆来遮剩咱两个人，嘿，我甲你问，你爱坦白讲哦，问啥？课银是毋是你偷摕？你是去取笑，啊遐个性你毋知影哟？哦，你阁会嫌伊讲我偷摕，我啥物嫌弃你安尼咧？我甲你讲，你是毋是为着要娶红哥，想去拼这骗金对毋对？无。你做大人讲迄种话哦，我红棍哦，听对起手抓，我搁较善哦，做去食，我嘛绝对袂去偷摕啦。我的个性嘛是共款啦。奇怪，咱兄弟仔拢无去偷摕课文，是安怎课文会伫咱兄弟仔房间内底？这其中必有缘故。我吼，咱两个哦，
跳落起来，死嘛死袂清啊啦！这真正可要安怎啦？哎呀，我有听人在讲呢，讲若头题考验哦，抓着是爱抬头了。我看咱张教吼，甲咱这代吼都爱绝症啊啦！大汉，安怎？讲真实啦，你算做大人对无？嗯。你算吼社会看较透嘛，啉你也啉过头啊，对啊拍你也拍过头。有啊。所以讲吼，这件代志我咧看吼嗯，你家己一个人全爱打起来，啊放我一条线咯，你看安怎？哦，你头脑实在有够巧。对，叫你去死啦对哦。啊那年纪大就爱应该先挑伊哦，你家己啥老咧享受哦。好啦，莫讲这543啦，我去想办法，看等入去这个所在无啦。但是要啥物安怎受，我无办法好受啊！你若无想要死，你就紧受啦。我有咧想啊，但是我嘛拢想无啊。刘囝，未来老婆，你知道我在想你吗？老婆。相公，相公在哪里？相公在何处？嘿，阿姐啊，搁咧困。哎呦，你会听？安尼我是伫咧眠梦，我来梦见我的相公叫人枕头呢。吴小姐，我虽然是你的查某囡仔呢，你嘛袂使3更半暝甲我拍佚佗。哎，小红啊，我梦见一个足无格调的梦，梦见我未来的翁婿去互人枕头呢。啊，你要安怎？你来叫爷爷啊！好，我。爷爷，有请。哎，安内无声。哎呀，我来，爷爷有请。来了！两个安尼，爷爷伫咧困啊大细声话拄啊话，尤其是你啦，话甲迄落阿英啊声袂输，敢若迄阿公咧断手咧，走一大把仔都咧烧声，过来这三八的共款换烧声。爷爷，人做一个梦哦，足歹的梦了。你咧骗鬼袂食水，做鬼爱面梦，你是想讲爷爷家己独身安尼无聊，想讲要讲一个话互爷爷天天开心安尼？真是的啦，爷爷，我梦见吼，我未来老公哦，互人用刀安尼，咻，头转去啊了。叫你讲榴莲莫食伤济，迄榴莲食伤济哦火气大，迄暗时狂年对搞面梦，迄带着梦啦。不是啦，真是的啦，我真是有感觉呢，有影我未来老公哦去用枕头了。啊，迄无可能啦，也有可能的代志。哎呀，爷爷，你会晓迄个千里传音对无？你紧来听看觅，听看我未来老公因兜发生什么代志好无？千里传音的是你咧共操蛋的啦。什么爷爷千里传音？你若讲爷爷会晓扩载一旋，安尼就有影啦。啊，爷爷，你拢袂记哩？嘿爱组团的嘛，啊，你都足够请暗暝，我嘛是共款咱足够请暗暝嘛。爷爷，你足够的对无？你拢会晓想办法对无？过哪个代志，你嘛无法度，你嘛有法度解决对无？好啊啦，莫来这套的啦。有到尾啊，这3期尾会断去啦。爷爷算看卖的啦。那，咦？果然无唔对，恁相公因两兄弟有劫数。哦，爷爷，我相公有劫数，你怎么那么热？唔是啊，爷爷是咧欢喜讲你的第六感有准啊。这是有劫数？嗯。哎呦，爷爷，紧来想办法救我未来的老公啦！唔是啦，咱无法度啦，因为咱这2天啊，爷爷有甲你讲过啊吼，咱去互鬼王甲咱禁驾伫个，咱袂用去出去，咱若出去吼，一定去互鬼王甲咱带倒转来，我来要啦。有啦，爷爷，你一定有办法的啦。搁较乱的代志吼，你一定有法度，你足厉害的对无？哈。对啦，若讲这事实的啦，听人讲迄个鬼王啊，足现役的呢，无代无志甲咱禁驾，敢若为着小可代志，安尼会当甲咱禁的这个所在禁遐久对不对？爷爷是无爱插伊呢，是尊重伊是鬼王呢，也若无爷爷法力这么高强吼，要出去一声就 OK。好啦，爷爷，你讲几包，想办法啦。好，我想。哈，有啊，照爷爷安尼做，安尼。知无？知。哎呦喂，我肚真痛，我肚要倒啊啦，爷爷，你讲大这都几样无看哦，不过我拢看不见了。无啦，咱若搭这吼，咱若看不见路，啊，同款人就无看咱，知唔知？
对爷爷来去，咱即摆拢算我做鸵鸟族的，知无？啊，行，咱就看不见了。行。你走到去？爷爷，你看大家都看不见，嘛是看得见。安尼可能这边看不见，那边都看不见。我倒过来，行。要走到去？我，哪会同款拢总看得见？